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林恒凤云宫的妈祖海上绕境。明仔载要为高雄的中文港行海路到安平港，到时阵安平的灵济殿甲安平的开台天后宫会出动军队来迎接。所有妈祖回乡的时阵，拢会用灯仔火甲花蕊来装它，会非常的闹热。 高雄市定民俗的林恒凤云宫妈祖海巡是南台湾规模上大的海上活动。即可伫咧4月7日，凤云宫的妈祖军队会为中云港顺海路到安平港。3点左右会启程，来经过阮的观音亭，甲咱的安平开台天后宫，伫遮主驾。船只会装设 LED 灯，装设得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同时会在海面上释放烟火，有海上烟火，是移动的船只。 一开始是为掠乌鱼，才牵起这个连结，为原本的经济交往延伸到宗教的交流。高雄市和咱台南市一个交陪就对啦吼，是咱一代的人会成这个过程，拢有尽心尽力着。根据了解，这个活动为当时开始已经是不可靠，不过上早记录显示，三间庙自1945年开始就有海上回乡的活动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